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2月24公司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来先来看今仔有啥物新闻重点。今仔暗时因为东北季风增强，温度降低，明仔后日受到大陆冷气团影响，北部只有12、13度。宜兰南方澳一个39岁姓陈的查甫人，日台时倒伫眠床破病流鼻，检方是已经起诉一个学生。南投有民众加规地香菇蛋本色车，结果爆炸，清洁队员规身躯拢是香菇，吊伤送病院。来看今仔暗时，因为东北季风增强，温度降低，这方面的雨水会较高。明仔后日2日受到大陆冷气团影响，北部只有12、13度，其他的所在嘛降到14度左右。后礼拜2东北季风增强，会阁愈寒。到了明后2天呢，由于是大陆冷气团的影响，在气温上面会有比较明显的下降。最低温预估在中部以北、东北部可能是会下降到12、13度左右，其他地区在14到16度。所以明后2天也请大家留意天气的变化，注意保暖。气象署指出讲，拜4、拜5受到冷气团影响，水汽较济，北部跟东部会落东部啊雨，桃园以北还有东北部雨水会较济，中南部的山区嘛会落雨，高山嘛有可能会落雪。再来看，下来关心台北司机杀人案的调查进度。检警暂时破获验尸，今仔去新品的南西店案发现场来进行3D 的扫描，重建作为化的环境，望讲会当找到愈侪线索来厘清犯案的动机甲相关的疑点。真济检警巡回精品南西店外监测中心环境出动3D 镭射扫描仪，除案发现场的空间环境甲物件立体坐标，用来模拟重建以及19世纪攻击案的犯罪现场，将来伫法庭互法官更加理解案情。当时候的人物没有办法，对，只有就是你所看到的这个空间，就是现场的整个轮廓，然后包括我们4楼还有这个广场跟道路的这个空间，我们会把它记录下来，数位化。专案疑点真济，专案小组继续调查，发现嫌犯生前阁有定中山区另外一间旅馆，要伫圣诞节大，最后无定成功，是不是代表嫌犯本来有第2摆计划？也是检警后续调查的重点。专案也互年底跨年顶活动的挥汗受关注。台北市要伫1大展开高强度的演练。我们不只是要求消防局、警察局、北捷、卫生局等相关单位，我们这一次演练也纳入包括演练场域的业者、柜位一起参与配合。126高强度演练，有有警消8个顶展会，即摆也特别演练场合业者贵会，专项阁引起警察认调报告讨论。台北市长蒋万安表示，咧这个盘点会主动积极向中央来传递清楚。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这嫌犯使用的刀啊，佮烟雾弹等物件，拢是透过网络平台买。今仔早起有立委就要求司法部应该爱检讨网络平台危险物品买卖的问题，爱加强管理。有立委嘛建议讲，应该爱比较中国伫网络买刀啊爱徛名册。司法部嘛表示讲，1个月内会邀请各部会来参详。那呢，他呢连续呢购买了13把长短刀。全部靠网购。台北济温12、19随机攻击事件，嫌犯丢文犯案所有工具、刀啊、烟雾弹、信号弹，拢是对网络平台买来的。拜3立法院委员会质询司法部的时，朝野立委拢要求司法部爱检讨现行的制度，网络顶危险品买卖问题。其无形当中也怕后续会有模仿效应等等，所以有人提倡是说，是不是要通盘的来检讨，甚至说在网络上贩售这一些相关产品，也需要有实名制。对此，司法部表示，网络实名制虽然有阻挡的效果，不过嘛牵涉到购主的问题。目前全世界，敢若中国买刀啊爱徛名，司法部会伫1个月之内和各部会讨论因应的作为。如果我们在网络上实施实名制，像中国大陆他们的做法，那的确是可以有效的遏阻犯罪，但是另外一方面也会有隐私的问题。我们现在司法部打算是第一个就是说对于
特殊的这些品项，就是有这个安全疑虑的品项，我们会跟各个部会合作。第一个就是说可能有些品项我们会真的是会采取实名制的方式。另外，随机攻击的代志发生了后，即马网络顶嘛出现真侪模仿的效应，伫咧社群散布惊吓。司法部指出，已经和社群平台沟通，针对危险社会安全的信息，若有发现得马上提落来，也依法上办处理。记者陈亚轩、王志刚台北报道。再来看宜兰南方澳有一个39岁姓陈的查甫人哦，伊亲像拢无饲破病倒伫眠床的老爸食物件，佮甲老爸衫拢脱掉，指甲玻璃鞋的面罩皮，那顺佮对老爸起骹动手，嘛造成头壳出血。落尾是因为血验不幸过往，检方是以家暴伤害致死罪来起诉一个后生。宜兰南方澳发生结论命案，警方调查39岁姓陈查甫人10月开始无照时间饲在床老爸食物件，佮将衫脱掉，家己用布皮包咧，几日间佮动手拍老爸。死者是经被告徒手殴打后，受有左眼窝、左右肩胛骨及肋骨等多处遇伤之伤害。未开面连续受虐待，当月29，检方就接到姓陈查甫人通报伊老爸死亡。检方上验了发现，死者毋若三皮巴，身躯真侪所在乌青，判定死因是被拍了后，头壳内底出血，引起数值性血验，最后呼吸衰竭、脑含定结。姓陈查甫人准警件遭到检方照家暴伤害致死罪嫌来起诉。伊平常时甲老爸伫南方澳住做伙，2023年，爸爸因为破病行动无方便，开始在床，伊是主要照顾。附近厝边表示，爸囝关系无好，常常冤家。听讲死者上验了后，胃内底拢无物件，这后生食不好。轮椅杀的在路中，两个嘛在上呢。法律事件拢我都计看干的，我蛮看。爸爸自2021年互社会处理管，每半年社工会去访视。社会处表示，今年开始照顾状况无好，社福团体甲社工每个月拢会去访视，佮提供补助。今年10月，社福团体发现爸爸身躯有伤，保护性社工访视也无结果，就发生代志。记者综合报道。南投草屯的清洁队昨下晡在收粪扫的时，有民众是等规地香灰，结果熊熊爆开，清洁员是互喷甲规身躯拢是灰，着伤送病院，加载是无介严重。清洁队嘛呼吁民众香灰着爱先用水淋互淡变做一块一块，处理过滴伫地仔内底，包好好才通等粪扫车。南投草屯的清洁队23下晡伫咧仁爱街318巷附近伫咧执勤的时阵，这个清洁人员徛伫咧车后斗咧收粪扫，拄着民众甲规地香灰等落粪扫车，想袂到怎熊熊崩溃，清洁人员互香灰喷甲规粪扫，赶紧去边仔的人家厝找人斗相共。是咪干的？压榨爆起。不过民众他没有告诉说，那里面装的是香灰，而且它是里面充满了空气，所以我们队员在接的那个垃圾袋之后，整个香灰就从那个洞口里面就喷发出来，然后造成我们队员就是身体，就是整个就喷到整身都是这样。香灰等落粪扫车造成喷发已经毋是头一届啊，之前彰化市嘛发生类似的事件。台中市中西区清洁队表示，香灰内底可能还佫有烧毒或者是火青，等落粪扫车压缩的时阵，有可能会崩起，甚至是导火。正确的做法应该先是用水甲压好淡，变做规地或者是像落果仔糜共款，再放落地下底绑好好势，了后再等粪扫车。香灰我们会建议就是先用水把它淋湿，然后搅拌成块状，或者是充分淋湿之后，那用这个垃圾袋把它打包，那再交由垃圾车来做处理。另外，包括过期的面粉等等这种像粉的物件，若无细致崩溃，可能规个烟甚至导火。粪扫地仔内底若有空气，尽量爱甲排除。草屯清洁队表示，这个清洁队员去就医了后，人无啥要紧，后续嘛会提醒队员，若拄到真奇怪的物件，就要提悬警觉，嘛会加强宣导。记者综合报道。明年度的总预算案，立法院是到今阁还未审查。主计总处嘛统计讲，明年有将近3000亿的预算无法度动用。在野党是表示讲，若提悬减少退付的退付金额，佮军人加薪的预算案无法度三读通过，因会继续来阻挡总预算案。民进党立委是呼吁行政院应该爱向国人说明预算无法度使用的严重性。
115年度总预算案进度延前去，调也要伫对立。离今年结束剩上尾一礼拜，要是无法度复位，创下阿扁政府、马政府、蔡政府、到赖政府以来上万复位的纪录。主计总署报告显示，有2992亿预算爱通过才会当执行，包括新型计划1017亿在内。内容包括直辖市、甲县市财政平衡的补助、AI 新十大建设、T-Pass 通勤月票等等，会严重影响施政。不过，在野反倒转来批评中央无要义立法权，三读通过的军人加薪预算，还有提关警消海巡的退抚金，也是不便利。你要不要公开承诺？审总预算的时候，审完马上追加预算，这2笔追加预算我们就马上审，就这样可以承诺吗？要不要承诺啦？这不是我承诺的问题啊，而是我们本身第一个要先筹措财源。针对那也要求中央答应爱追加军人加薪水的预算，但小主讲安尼会破坏人事制度。绿营立委烦恼讲，若被恐惊的封杀总预算案一直到会期结束，代表明年便若拄到天灾，中央会无法度动用灾害准备金，到时要安怎来协助救灾？你让国人知道说这个没有过的话，将来中华民国遇到天然灾害，中央政府没有1毛钱可以花。地方它灾情惨重的话，那自己的灾害准备金不够支应，那就必须要仰赖中央来做资助。那到时候中央就是没有经费可以调整。国防部表示，调也无要审总预算案，嘛冲击国军建军备战，连带影响各种的机舰、战甲、炮车等等装备维修保养、甲火药、加油等等，对演训的任务是真不利。也若列伫新型计划内底 T-Pass 月票75亿的预算互卡关，交通部讲预算若是无够，到时会影响98万的通勤族。记者综合报道。国民党北地原住民立委郑天才，互指控受诬洗，互提供资金的业者会当乘做伊的特别助理，方便做生意哦。台北地检署是以涉犯贪污治罪条例顶罪提起公诉，具体求刑10档以上的重刑。检方是指出讲，郑天才对2020年底透过张天良等人来实施业者，定期接受1万到10万块的诬洗，计共是收700多万的乌钱。业者会当用郑天才特别助理的名义去做生意，公司若拄到问题，郑天才卖来协助。检方是批评讲，家立法委员的权力当作是商品，滥用权力，危害是真严重，所以提起公诉，嘛建请法院判10档以上的重刑。再来看卫生福利部拍算要伫儿童托育服务法中哦，甲托育中心爱监视器的画面哦，传到政府的云端来做保存。也毋过民间团体佮托育人员是真反对，认为讲这有隐私的问题。新闻故事就会伫咧新闻顶观看到囡仔送去托婴中心受虐待报道，但是定定事后家长要看监视器画面，就会拄好无翕到，无就是省掉的证据。为着要预防托婴中心虐待囡仔，卫福部拍算伫自动托育服务法内底，要求托婴中心爱甲监视器画面传到政府的云端去保存。但是拜三有民团和托婴人员出来反对，认为这侵犯隐私也是所谓监控。我们可以理解家长他会担心他的孩子被不当对待的一个焦虑，但是现场托育人员他们的压迫感，时刻被监视器控管工作的状况，那一份不尊重的感受，我们觉得是应该被在乎跟被重视的。在这样的状态底下，若干年后他们长大了，被他们知道他们的所有的影像，那些是他不想上传的资讯，全部都在网络上面，他们愿意吗？针对民团和老师的意见，卫福部是回应讲，会要求把影像传去云端保存，是为着要保护大家。若是发生代志的时阵，会当依照规定来申请影像资料。平常时袂有人一直在监视，嘛唔是凊彩人会当看。需要一定的事由，要有一定的程序，才能够去调阅这样子影像的资料。既然是机构的影像存到政府指定的一个云端的设备里面去，政府当然有做隐私保护的责任。卫福部强调，相关的规定也未定案，会和相关单位讨论出盗监视器的关键。团云端的部分也听各方的意见。兵团是呼吁政府应该协助托育人员和家长建立信任，嘛强调囡仔应该伫咧充满信任的环境大汉，无应该生活伫咧充满镜头的环境当中。记者陈新东社桂林台北报道。
刑事局的电信侦查大队甲警方合作，抓到乌道设计假投资诈骗案，嫌犯是设计一个诈骗的 App， 讲会当来抽还未上市的股票，计共受54个民众哄骗1亿1000多万。警方嘛抓到30个嫌犯，佮继续去追查诈骗的基帮，佮有共犯。警方去4单的主嫌厝内敲锁，嫌犯红惊精神，佮想要摕手机做报备互警方主动。来，在哪？警察。 手机不要动！手机不要动！手机不要动！另外一阵警察来到担任水房的现场的嫌犯厝内，也甲相关的人员抓起来。警方调查发现，这个诈欺集团透过设计诈骗 App， 用投资抽还未上市的股票来管唔知影的被害者。深入追查发现，集团的成员除了有帮派分子，也有地方的角头势力，甚至吸收未成年的车手，甲被害者提钱。经过半年追查。 溯源8波，即查获控盘首脑、水房金主、水房干部、车手等共30人到案。警方查到受 App 诈骗的54位被害者，财损的金额有1亿1000多万。也那查的过程当中，4单的主嫌伫2020年就已经互通缉，伊互人抓到时阵，佮提朋友的身份证互警方，想要暗藏伊的身份。经通知家属选任辩护人，才发现刘姓友人在家中睡觉。 一举戳破陈姓主嫌逃亡通缉6年之身份。警方即届抓30个人到案，并且查扣大条的现金甲虚拟货币，专案按照刑法诈欺、毒品犯罪危害防治条例、伪造文书、洗钱防治法甲组织犯罪防治条例等罪嫌，移送检方侦办。公司新闻参报道。 小红书因为伫台湾无相关的负责人，无法度了解诈骗的信息，内政部是以停止解释1档来做处分。针对网络平台的诈骗，司法部长林义景早起伫立法院时表示讲，目前诈骗案件的通报嘛是以 Meta 跟 Stress 上济。伊嘛搁再强调讲，政府其实无了解小红书，只是封锁小红书的网页。 内政部以网络平台小红书经由公安局的治安检测15项指标拢无合格，而且去年到即马勘涉1700多件诈骗案件，各拒绝配合打诈，发布停止解释1年的处分命令，差不多300万台湾用户受影响。3礼拜了后，立法院交通委员会针对社群平台打诈成效专项质询，立法院质疑小红书遭到限制了后，打诈是毋是有成效？通报数量是毋是有大量下降？司法部长林义景承认，通报有案是 Meta Search 上济，反而动一个你们在速发的通报平台里面没有选项的小红书。 让国人就觉得奇怪，你是大炮打小鸟。网诈通报查询网上面的那个统计还是以 Meta 它的Facebook 还有 Thread 它占最大宗。不要一提到你的业管的东西跟议题，你就开始要变。那为什么小红书要停？是内政部依照我知道了条做的决定，然后通知 TWNIC， 然后由 TWNIC 执行进行。我们速发部是 TWNIC 的监管机关。 立委关心社群平台打诈，也关心北捷发生重大刑案。警方追查嫌犯是透过网络买到害者物件，对问未来网络买物件是不是实名制？交易行为这个 SOP 到底政府能不能有效的去预防跟遏止？我们应该把这些产品分类，有些产品是应该是用实名制或者是类实名制才能购买。另外一种方式是说它可以购买，但是它必须留下它的。 身份证明资料。林义景强调，会伫1个月内，甲内政部等单位开会研究，安怎用实名制，佮请各单位可能需要实名制列管的物件列出清单，方便后续来作业。记者综合报道。 来看台南某渔港伫网络抛出一张煮鸟仔肉的相片，有人质疑讲这是保育类的乌面腊杯，去向农业局来检举。农业局是表示讲，这应该毋是乌面腊杯，也毋过嘛强调讲，掠野生鸟仔来食嘛是违法的，上济是当罚30万。这渔港嘛出面解释讲，相片是伊的朋友伫越南翕的，伊嘛知影讲伫台湾拍蜡是违法的。即马农业局佮有保质总队嘛在调查。
就是这张相片伫网络，互人咧讨论，对图顶面看起来哪像是鸟仔互人用落去煮，甚至嘛有几只互人炖做一花仔汤。上海是佫有规定黑面拉背相片，下面留话最近这来真济，食入去巴肚会真烧了，这嘛互真济网友看甲气噗噗。他们习惯就是有野生动物就抓来吃，他们不会去认为说它是保育类。那我们台湾的法律规定是保育类，所以我们的人民就很保护嘛。嘛，捌发天公水处，伊讲去掠来食，这拢有可能啊，因为伊讲伫因迄边遐较少看到这个物件，来台湾看到就较新鲜。这阵哦，局嘛有主动调查，初步认为相片内底并毋是黑面拉背，不过这嘛无像一般的精神啊。这件代志后续爱去调查。当事人嘛出面驳回，黑面拉背相片是网络掠的。不是，他只是 po 了一张黑面琵鹭的那些照片而已，下面留言就都是他阅览的朋友留言的，是这样吗？对。常飞行的那个鸟类的话，翅膀会比较长。那从那个碗的翅膀里面看的话，它的翅膀比较短，所以应该不是黑面琵鹭。但事实上，野生动物保育法立法进前，嘛传出台湾人会掠黑面拉背来食。不过这30多天来，就已经真罕听到有人有这款行为，即摆所传出渔港会偷掠来食的代志。移工猎杀野生动物的事情，其实不止常常听到，我自己本身也有亲眼看过。那些人力公司要很明确的。告诫他们不能在台湾做这样子的事情。黑面拉背已经陆续来台湾过冬，目前台南观测到2000多只。陆续强调，对保育类动物的非法行为，会处6个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减罚20万以上100万以下罚金。若犯罪地点伫野生动物保护区内面，刑度会去加重7%。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来看花莲县政府开上亿起的环保餐具组织甲清洗中心将开幕咯。第一阶段主要是要来洗牙齿的餐具，也毋过哦，花莲大地震了后，观光客是减少真济，这中心的营运，即卖外界拢真关心。馆长徐正伟显摆，全国第一座环保餐具组织甲清洗中心正式营运，开1.45亿，其中活动基金就资金1.3亿。去这个中心是希望会让减少使用一次性免洗餐具。饭店业的朋友、餐饮业的朋友可以介绍到这里清洗中心来为大家服务让我们清洗中心能够一天一条线是2万组。2条线就4万组。官府将会用 OT 方式委外给厂商经营。第一阶段主要是提供给东大门牙齿环保餐具组织一个清洗，验过控诉控3地动，一个控923降予大水了，花莲的观光人数减少，敢有法度顺利经营？议会有意见。真的有足够的餐饮业者愿意也有能力来配合吗？那如果餐具量不足需求不够？会不会在观光还没有回温之前就在空转，甚至最后变成蚊子馆，浪费公帑？环保局强调，在试营运期间有邀请餐饮业者来试洗，大家拢认为袂歹。明年1月已经提供环保免洗餐具予东大门牙齿做行甲清洗，不过收费标准也未公布。清洗的定价，大家有没有什么样的基本的诉求？还好啦，就是我们全力配合他们，因为毕竟我们是观光处县府管的嘛。官府讲，即马已经有厂商投标，2到审议过了就当正式营运。以后公布收费标准的时阵，也会有优惠介绍。希望在地餐饮业者拢会当来参加。记者综合报道。中华部新闻有民众桥倒摆，互一台洗头的货车弄到人掉伫车底。附近的民众赶紧去斗相共救人，加载无性命的危险。初步了解，驾驶是拢无食就驶车，事故原因爱个厘清。货车伫路口准备要洗头，后壁的机车未护险，互货车弄到，规个人掉伫车底，袂顶袂动。附近热心的民众发现，赶紧报警处理，嘛先用千斤秤甲货车吐护管，等待警消来救援。就听到声音，然后听到声音，人就在那个车底下。因为我是迄车有迄千斤秤大机的啦，我算讲我骑细机的去，结果甲称一半，称悬起来，佫无够悬，我才佫惊大机的去甲称的啊。这
这站车祸发生伫22下晡1点外，伫中华保新乡的新兴路甲大勇街路口，一位姓王的驾驶驶小货车伫路口要驶头，却直接撞到同方向骑机车姓江的民众。消防局接到报案，出动2台消防车、2台救护车，计共8名消防人员去现场救援。那我们使用顶举器，然后将车体升高，那将伤患顺利脱困。那脱困之后，减伤这个患者的左手腕是脱臼，腿部有大面积的擦伤。现场机车骑士卷入小货车底，由救护车送往卫生福利部彰化医院就医。肇事责任分析尚待厘清。警方表示，初步调查2位驾驶拢无啉烧酒，但是车损严重，详细肇事责任也佫需要厘清。警方也提醒驾驶，若经过路口，都要放慢速度，注意路口的状况。记者杨淑晴中华报道。国际消息来看，利比亚的武装部队参谋总长哈达德甲4个成员将结束土耳其的访问。这苏联的飞行机对土耳其的首都安卡拉起飞，要登去利比亚的首都。飞行机说失事5个人全部罹难，失事的原因据调查。安卡拉哈伊马拉第23案发现这台失事的拉英50飞机的残体。土耳其内政部长耶里卡亚伫网络顶证实，飞机顶有包括利比亚参谋总长哈达德，也有4位随员。伫当地时间暗时8点10分，对安卡拉起飞42分钟了，飞机就无消息。土耳其的救援队已经到现场。国际承认的利比亚政府总理德贝巴发声明，讲因是自土耳其安卡拉结束正式的访问，要转来半路发生意外，是国家的重大损失。利比亚官员讲，失事的原因是飞机出现技术故障。土耳其总统通信办公室主任杜兰讲，这台飞机不通知空中管制部门发生电气的故障，要求紧急降落。要让飞机被引导登去艾森博瓦机场，准备要做紧急迫降，不过尾就无消息。发现飞机残体附近存装的监视器有录到空中有闪光，敢若是爆炸。利比亚当局已经派人去土耳其调查，也宣布全国哀悼3天。利比亚即马分裂做东西2边，西边是临时总理德贝巴伫德里波里领导的国际上成立的政府，东部是军事强人哈夫塔主导的敌对政府所控制。哈达德是西部利比亚相关的军事指挥官，负责联合国所促成的军事统一任务。伊突然间死亡，被看作是对全国团结政府的严重打击。尤其伫咧利比亚军事统一一个国家稳定关键的时刻，伫咧军事指挥结果即马无人指挥，也会影响甲土耳其的战略合作。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辑。再来看美国宾州一间疗养院，伫当地时间23下晡爆炸，厝崩起，火嘛烧甲正猛，有2个人死亡，21人受伤，各有5个人失踪哦。有人讲顶礼拜就闻到家属味，当局是搁继续在抢救，嘛在调查家属爆炸的原因。气体爆炸了后，现场如惨惨，疗养院内底阁有火走出来，黑色烟升起伫天顶。美国宾州巴克斯郡的布里斯托健康甲复健中心，伫咧当地时间23发生真大气体爆炸，互建筑物拢倒塌，规个拢火烧，足一台拍火车甲救护车赶到位来救人。住伫疗养院附近的居民讲，迄时伫咧厝里，雄雄听到爆炸声，拢踹一条。Thought the airplane or something came, fell on my house. I heard a loud kaboom, and my wife said, "Whoa, you hear that?" I said, "Yeah, I heard it, huh?" So I went in the back of my house, see something didn't fall on my patio. 准备来接班的护理助理华心，迄当阵伊亲目睭看到爆炸迄时，伊讲其实顶礼拜病院内底就闻到家属的味，不过迄时阵考虑到病院内底无装烧气，大家无想遐济。不过即马阁有同事失联，互伊足着急的。Call workers in there. I'm calling them and they're not answering. I tried to get through, but you know the officers they said no, I should get past them because it could still be dangerous. 宾州州长夏佩洛已经指示各部门拢支援，而且出动学校的巴士，甲撤离的居民安搭伫附近的一间高中。因为疗养院规模有174张床，伤亡数字甲财务损失要搁咧厘清。相关单位嘛继续调查气体爆炸的原因。公司新闻郑伟林编译。中国打压大多，咱国的军人、军人阁有公务员、立委，嘛拢互中国列做是制裁的名单，烦恼中国的跨国镇压，
有官员就呼吁讲，柬埔寨、寮国佮白罗斯这3个国家尽量就莫去，避免互当地政府掠起送去中国。外交部嘛强调讲，乃是主权独立的国家，中国是无权干涉，有必要嘛随时来发布旅游的警示，来提醒国人。5月20号和27号，中国对台湾无明好的界线一直侵扰，中国甲国军自动定军新建大队立委甲民众列做处罚的对象，想要管台湾人。有官员提醒民众，若是互人列做处罚的对象，应该尽量避免去柬埔寨、寮国、加白罗斯亚这些国家，才袂互人掠去中国。我们作为主权独立国家，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所以中国对台湾并没有任何的管辖权。中国对于我国人施加所谓的跨国镇压这样子的威胁，政府呢除了与国际社会加强反制合作之外呢，外交部也与各个外管持续的密切关注可能的情况，强化外管的紧急应变机制。目前台湾甲这3个国家主要贸易往来，白罗斯亚是手工具甲航空器的零件，贸易总值6930万美金；柬埔寨是自动车的零组件甲作用器，贸易总值是6.10亿美金；寮国是以调制饲料甲二爽粉较济，贸易总值超过6000万美金。目前寮国互人列做3级警示，避免前往；柬埔寨是除了无威胁性、电5性，互人列做4级的红色警戒，爱赶紧离开；其他地区是避免前往。白罗斯亚同款嘛是红色，爱紧离开。外交部表示，会对各国政治、治安甲法治环境进行风险的评估，适时发布旅游警示，提醒国人爱谨慎评估海外旅游行程。3个国家它的一个特色，简单讲，它就是它可能比如像柬埔寨跟寮国，它在经济上是相当依赖中国的那基于经济的利益，它有可能愿意去配合中国那白俄罗斯本身，那当然也跟中国有很多的一个贸易本身的关系但基本上我个人相信西方国家是不可能去支持中国这种做法。学者认为中国的做法效果颠倒歹，另外对中国军机军舰的干扰，想要向国际社会宣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嘛敢若会加深周边友台国家对中国威胁论更加不满。公视新闻采访报道。来看高雄国际机场户外是有设食薰区也毋过嘛是常常拢有民众伫袂当食薰的所在得部分，有旅客嘛认为讲户外食薰区标示是无够清楚。高雄国际机场嘛表示讲会加强来巡逻处理。高雄国际机场国际航线的3楼大厅外口，佫行无几步，头前就是食薰区。不过，这阵人也未惊到几分就举起来点，带司机伫咧边仔食薰，完全无要插死周边有搭禁止食薰罚1万的故事。有民众伫网络打文讲，这款情形已经甲相关单位反映真久，不过拢无看人来改善。为咗经过民众闻到薰味，也拢感觉实在真无爽快。应该要来巡逻一下，对，避免会有一些孕妇啊经过的时候可能会影响到小朋友。对，你们闻到烟味会不会觉得很不舒服？会。我觉得是蛮需要的，对啊，因为连百货公司他们都有吸烟区，那何况是一个这么重要的门面。无食薰的人感觉，明明都有设食薰区，为什么都是无守规矩？毋望爱加强巡逻处理。不离过，咱去问有食薰的民众，有人讲机场大厅内底拢无做告示，甲人讲倒规会当食薰。若是台湾人可能也有在调找，外国人可能都有困难。第一届来当然是甲问一下，爱问一下啦。那个指示照还毋是讲足多啦。所以讲会感觉较唔知方向里对。机场周边无论楼顶楼骹户外空间真侪大所在，拢有搭禁止食薰的告示。不过民众就直接徛伫咧禁薰的牌仔头前食薰。对此，高雄国际机场表示，针对民众的反应，会派保全人员加强巡视管道。若是无要配合，就会按照薰害防治法来进行裁处。记者柯家祖、邱兆勇、高雄场报道。高雄新市镇第3期的开发案面积是有219公顷大部分拢是大塘的土地。当地民众是认为这会破坏当地180公顷的绿地，所以今仔早起伫国土署的审查会议进前来表达抗议。对天顶看落去，伫高雄桥头新市镇的第3期有定地是大面积的森林，不过伫土地开发进行时阵，森林绿地可能会被破坏。有48个团体甲2000人联合抗议反对。早起在地团体伫咧国土署头前扭布条，讲开发会破坏人文甲自然环境。它有一个1+1的道路会破过去，会让糖厂跟森林一分为二，造成不可回复的破坏。
1990年代核定的高雄新市镇开发计划，经伫咧桥头先分期开发。第一期2008年完成征收，开发正在做上用地。第二期是正伫咧动工兴建的桥头科学园区，因那早期要审查第3期，面积219公顷，86趴是大塘甲糖业协会土地。桥头文史协会希望卖杀这种反时代潮流的破坏。各政党应该重视这个民主威权转型的一个都市规划，让台湾迈向永续，真正成为 AI 城市，而不是一个悲哀的城市。国都署伫早期审查案件，专案小组主席讲，当年的规划欠缺公共设施，这嘛是希望修正30年前无做好的部分，该调整到较好。如果真的要搞图书馆，它就是弄得好一点的话，比较正向方向，不要淹水啊，应该有的栖地环境啊，能够做适度的保留，这都是我们共同的标准，好不好？对居民担心大塘的森林绿地被破坏，国都署讲进前小组伫咧讨论时阵，希望避免随便增加发展用地，建议大塘以现主时状况或者是强度较少的方式利用。因若规划一节道路有6米宽，加塘厂甲森林切开，小组希望会当达到政策的目标，缩减区域征收的范围，甲开发造成的影响降到上低。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有民众伫屏东邦山路边买冷物，怀疑讲头家无老实，所以无想要买咯，塞车要走，无想到讲头家使用冷物来牵伊的车，当事人就去报案，警方冇来处理，路尾双方是和解咯。我刚说那我要2斤，他第一次上去。民众塞车对路边搭，准备要离开，煞雄雄听到一声，伊赶紧报警察。所以这个老板，对，我们开走之后，他拿点物找我们的车。是。那问老板，你们有认识吗？不认识，就是来买东西而已。你真正讲牵连物哦？啊，牵连物我就袂爽伊安尼啊，对。伊做啥物啊？阮应该爱互伊安尼糟蹋的吗？啊，无啦，伊做了啥物啦？啊，伊买连物就爱安尼甲我糟蹋吗？看到警察到现场，当事人真不满，卖冷物的头家摕冷物牵伊的车，而且车顶阁有囡仔。姓苏的头家嘛直接承认，表示因为和当事人买卖做了无欢喜，气袂过，伫人客要离开的时，就顺手杀一粒冷物弹。那时候就开始觉得他不老实了，那我就跟他说我要2斤就好了，然后他又拿了几颗起来变370，那我不要买了，然后他就开始骂我。遮称起来就370，我还算350好无？嘛无爱啦，讲啊你2斤320，啊我这370，甲你算350，安尼你也无爱，啊你转外头做你走，即摆找你到外口就用去手机甲我翕。该条线。讲伊要网络要甲我铺啦，要甲我迄落啦，你买物件，较有可能拄啊好个。代志发生伫23暗时，邦山乡的路边，店头冷物1斤卖160，当事人讲要买2斤的冷物，但是头家安怎称拢超过320，当事人落尾决定无爱买。苏头家感觉对方甲创治，情绪压起来，双方发生争执，当事人就报警，请警方到现场处理。起因为双方对水果总重量及价格问题起口角争执，车辆沾附果渣及果汁，后续确认车辆未有损坏。双方后续已自行和解。警方到现场和两边讨论，苏头家最后向当事人回失礼，嘛甲车7,000去，当事人就离开啊。警方提醒民众，拄到消费纠纷爱理性，毕竟做生意上重要就是和气生财。记者柯永哲，屏东报道。再来看婚林西里新华武术园区，伫婚林馆环保局的改造佮加入地方去看武术文化的元素，所以现在真侪民众来遮行打，遮的空气嘛真好，是真受到民众的娱乐。环保志工甲茶帮去开夹做环保的圣诞树，边仔即张树啊嘛是用无碍塑胶杆仔做的，就放伫西里新华武术园区，请真侪人来看卖。现在资源回收是真的很重要。对，然后。因为垃圾不断累积，其实很多时候都不会消化太多，然后我们就利用素板的方式，然后配合最近的圣诞节要起来，所以我们制造一个圣诞树。其实让孩子透过这样子的一个活动，能够把正确的观念呢，宣导到社区的每一个角落，好，让大家呢能够一起爱护地球。婚林馆环保局讲，西里新华武术园区伫咧落水溪边啊，原本是正垃圾，囤一堆废弃物。这几年经过环保局改造，
加入环保生态、甲赤坎武术文化等等的元素，加做地方的观光景点，嘛是空气品质净化区。以前大家知道这边是一个脏乱点，云林县以前可能早期有一些工地外面都灰尘啊、土壤的什么脏污的部分。那我们这次跟云林县所有的这些营造商，我们一起合作，一起来爱护我们整个环境。所以他们也认养了道路，那也认养了一些空民净化区。环保局讲，云林的空气品质净化区累积有73笪，正超过13000多丛的树仔。伫咧西螺大桥边仔新马武长园区，平常时有西螺赤坎武术的环保志工会来遮整理。自112年开放到今，省超过36000多人来行打，嘛吸引袂少机关协会来遮学习。公司新闻王伟阳云林报道。有各类红宝石称好的红梨，这几档因为产量上济咯，价格嘛对1斤250块，拉到150块。伫4档前红梨嘛代表台湾奉送到太空去参加太空计划。经过7个月太空旅行，回来了后，伫台东的达林乡来种。今仔国家太空中心嘛甲第2代种子送予台东县政府。伫太空旅行7个月，台湾的原生种红梨子4月份送转去台东土班部落种，土班国校的师生真用心照顾，记录因成长的情形。9月份顺利收成20公克。国家太空中心表示，即马种是红梨子，伫经过太空真严格的环境，重新返来地球了后，要是会当稳定成长，甚至发了更较好。重新的这个种植之后，它的确长得会比一般的红梨要快很多，而且比较高，所以生产量也可能比较多。支持国家太空中心甲第2代太空红梨子送予台东县政府推广，予大家来种。专家吴正中表示，红梨是百万传统的食食，营养价值真悬，伫国内捌真实行，期待太空红梨会当搁一届带动新的一波产业的发展。我觉得他必须一定要回到部落，那从部落在生根发芽的时候，也可以变相带动整个我们台东的这边的一个红梨产业的新的 IP。县府表示，经过太空旅行的红梨，除了要继续推广伊农业的经济价值，还要伫台东县推广太空科技教育。记者综合报道。明年1月15开始，65岁以上肺炎高风险族群会当免费来做肺炎链球菌的疫苗，大约280万人受惠。今年寒人的流感疫情已经12月底了，阁无压起来的趋势。疾管署是认为，有可能是今年做流感预防针的人数是有史以来上侪。一般来讲，冬季是流感疫情的高峰期，不过今年真罕见，到12月底疫情还未明显压起来。疾管署拜二公布，顶礼拜流感门诊急诊人数拢总有8.3万人次，和前一礼拜差不多，疫情悠悬伫咧低点。主要原因和今年民众注疫苗人数创下新高有关系。因为今年流感疫苗打得比去年好很多，然后我们现在也接种了600多万剂。徛伫预防医学的角度，疫苗会当有效控制疫情，所以疾管署明年也推出疫苗新政策。对明年1月15开始，包括65岁以上的时代、55岁至64岁原住民、19岁至64岁肺炎高风险对象，会当做公费的新型肺炎链球菌疫苗，因过注2档，即马注1档就会使。民众会当先4,500。我们已经有接种好几年的这个成人的肺炎链球菌疫苗，因为目前有新一代的肺链疫苗在市面上，包括20价，以及未来会有21价，保护力都更好，涵盖也更广泛而且打1剂就可以完整保护，不像过去需要打到2剂。疾管署预估全台湾大约有280万人人次符合资格。疾管署也强调，一档会当有真好的保护效果，可会当降低重症的风险。记者陈选林旭凯台北报道。凯凯和年某虐待死亡，即嘛是等2审宣判。今年嘛是凯凯过往2档的日子。早起社工团体就去卫福部陈情，因是不满政府甲这任务送杀予社工，要求政府就要重视社会安全网的防控，相关的制度嘛应该检讨改善。
国家侵权应到位，而上权利不能退。社工团体来到卫福部外口表达诉求，嘛悼念2年前去互灵母虐待不幸过往的囡仔凯凯。社工团体指出，悲剧发生了后，定干来检讨社工，所无去看到规个制度的问题，因批评政府目前修订的通报机制、收出用的办法等等，实际上大量压缩第一线社工家庭陪伴的工课，影响到陪伴的品质。因要求政府爱系统性改革和有效相关权利立法。改定更多的 SOP 的流程，这样的做法让我们一线的基层的社工伙伴非常忙碌、非常疲惫的一直在进行调查跟评估的工作，可是我们却没有多余的时间、多余的量能做最重要的家庭的陪伴。社工团体指出，统计到2024年底，有4591个儿少受安置，也有384个囡仔单别出养，这拢是像凯凯安尼，可能原生家庭无能力请养，也是高风险家庭。不过政府的替代性照顾、安置资源和专业支持拢无够，低数真恶受到好的照顾和保障。社工团体要求政府爱担起国家侵权的角色。对于目前已经确认有一些出养必要性的儿童，常因为机构量能不足而有限的时间在一直等待，是他的依法应该要受到的照顾跟保障的权利，在现行的制度设计下，跟资源配套措施未能到位的情况下，长时间处于悬置的状态。另外，社工团体嘛要求政府回实地，卖个互第一线替政府解决问题的社工，徛伫咧红樱头承受批评甲恐吓。因认为国家应当提供安置系统有够价的经费和人力，系统性强化照顾者的训练甲老人才的机制，才通互有需要的家庭有更较好的支持。记者卢昌珠、郑准佑台北报道。新德市今年11月开始囡仔爱心卡的点数对600点提悬到800点嘛放任规定，明年开始家属买当摕这卡片，摕处理无方便出门的时段来使用这项福利。透早就未少时段来农会买物件，新德市的敬老爱心卡自11月对600点提悬到800点，为了照顾弱势族群，市府宣布对明年开始卖放任使用规定，开放予行动无方便的时段，会当予家属摕敬老卡去替伊买。民众听到消息拢话赞。会使用代替来买较好哦。当然啊，因为行动不便，若有诶倒地面床，阮就袂惊免走。哦。所以拢会使用它。对啦，嘿啦。照你讲，你若去有卡，应该是第少年讲，这个就是迄落，这人的迄落身份就是安尼嘛，就是一定会用啊。除了代买服务，连原地伫农会甲药房，敢若会当使用100点买物件，也加倍变做200点，透过提悬使用率。真好啊！会安怎讲？加100块咧啊！咱在地这农产品的销售的业绩都有很显著的一个成长很显著的一个成长。当然来买这老大人啦是讲敬老爱心卡的使用者啦嘛是真欢喜啦，因为会使买的物件更加多。希望说就是透过这样的一个就是制度的一个建立，能够让长辈就是行动不便的长辈，未来就是可以更方便的来去使用我们的敬老爱心卡。新德市社会处指出，敬老爱心卡除了会当摕来买物件，更用来摕来坐公车、火车、计程车。目前全新德市65岁以上的时段，拢总有64000多人。未来嘛会继续为时段争取福利。记者杜君豪，新德报道。施工组是咱台湾推动 AI 新十大建设其中一个核心的技术。各地中正大学宣布要启动筹备施工组半导体学院，明年会先开课，要来培养相关的人才。在国立中正大学校长的带领之下，来自3管学的代表做伙见证施工组半导体学院的筹备。学校暗算明年2月先开办微学分课程，2027年9月进行硕士的招生。要替次世代半导体的关键技术培育高阶的科技人才。盘点校内跨领域的师资发现我们确实有这样一个使命，必须要在国家号召这个国家队成立的时候，要率先的来投入。所以我们今天呢特别邀请我们产官学研所有的朋友来见证我们中正大学在矽光子学院这边投入的一个决心。中正大学表示，施工组产业是串联高速通讯甲 AI 运算的关键技术，学校要投入上亿的经费，
希望会当伫家己高铁站附近，也是近我家己科学园区的所在建立基地，加强甲产业之间的结合。赖清德总统在上个礼拜也正式宣告 ，AI 新10大建设，矽光只是3大领域中的最重要的一块。那我想在这个时候，中正大学愿意扮演产官学研中最重要人才训练、人才基地的学术领域的这一块。那我想，整个中央部会也都愿意来支持中正大学。政府推动 AI 新10大建设，矽光子是3大核心关键技术之一。中正大学暗算伫2030年正式成立矽光子半导体学院，预告当年会当来栽培10名博士、60名硕士、甲40名学士。嘉义县政府表示，透过中央地方甲3项的资源整合，矽光子半导体学院的成立，对嘉义甲全国 AI 的产业发展拢有正重要的意义。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最近将是惊煮三蛇，也毋过想要减重，无一定爱注射咯。美国已经批准丹麦药商开发的用这的减重药啊，还算明年就要开始生产咯。目前全球是有11人口体重上过重，去年都有370万人因为大考的并发症死亡，所以减重药的商机是真大。这个消息一公布，这间药厂的股票就起超过1成。美国食品甲药物管理局正式批准丹麦制药头人诺和诺德开发的全球头一款口服减肥药。这款药啊，甲减肥注射药周先达诺特比的活性成分司美格鲁肽同款。司美格鲁肽上起先是用伫治疗第2型糖尿病，经过重新调整剂量了后，就变做会当压制食欲、改善代谢异常，阁会当减少体重的体重管理药物。诺和诺德预定伫明年初推销剂量为1.5毫克开始的减肥口服药，上少剂量的月费是$149，差不多大票4691块。只是诺和诺德无讲更较悬剂量的售价。根据美国政府的数据显示，差不多40%的美国成年人有大考症，有12%的美国成年人表示因长期服用有这成分的减肥药啊。另外，得到批准的消息公布了后，诺和诺德伫纽约上市的股票盘后交易是起10.56%，来到53.100美金。Obesity is one of the most serious public health challenges of our time. Globally, more than 1 billion people are living with obesity, and that number is expected to double by 2030. It was linked with 3.7 million deaths globally last year and puts huge strain on health systems and economies. 诺和诺德的周先达减肥药第2021年核准伫美国生产，伊的股价已经成长超过3倍。根据彭博社的报道，诺和诺德去年的期待是5700亿美金，已经超过丹麦伫2024年 GDP 4294.6亿美金。公司新闻新乐会编译。今仔就是平安夜咯，耶诞老人嘛准备好要出发到全球各地送礼物。今年包括咱台湾在内，伊嘛收到超过50万张的配价愿望哦。另外，逐当伫芬兰的北极圈、拉普兰的耶诞村，这季节游客拢是叉。那么，做伙来感受当地季节的气氛。耶诞老人准备要对北极圈拉普兰出发，小精灵大概是无用试插。今仔的礼物有乐高茶角啊，也有电子产品，阁有拉布布红啊。This is also done. Only one thing left. Santa's jacket. Yes. Let's go. 日头爱到中昼11点才会出来，不过这完全袂去影响到耶诞老人甲小精灵平安夜送礼物的最后的准备工课。We have been polishing Rudolph's nose, of course. That's one thing you have to do for Christmas. 就算会当寄电子批甲 AI 斗相共，不过耶诞老人也是传统怪，较爱手写字的批。尤其每一年耶诞节，会当收到超过50万张的批甲愿望，有时每一天会当收到3万张以上。寄上济就是波兰、意大利、台湾甲日本。I think mostly they have been quite good almost all the time, and that's enough. 当地旅游局统计，每一年有超过70万人来拜访罗瓦涅米甲耶诞老人见面，享受这安静和平的耶诞气氛。Absolutely magical! It's just once you're here, you're in Father Christmas land. 甲这批信读了，礼物贴无好势。耶诞老人发布伊的耶诞信息，伊讲希望咱大家拢会记得，咱拢是生活伫共一个世界一个共同的家园。Everything is ready. Just in time. Outstanding work again. And one more thing, have a very, very happy Christmas.
公司新闻黄运玲编译。国外过耶诞节拢会食火鸡，伦敦就有披萨业者推出火鸡披萨，是真受到欢迎。咱做伙来看卖。韩国的烘火鸡是西方耶诞节亲戚朋友团圆真正看到的好料。有伦敦的业者上步变一个创意，互你一家会当食到披萨甲火鸡两種滋味。Pizza dough with just a bit of tomato sauce, raw Brussels sprouts, just marinate with a bit of oil and salt, roast turkey ham, peas in blanket, and a side of cranberry sauce. Basically, I try to imagine dough like a plate and just put the Christmas dinner on top. 总破西讲，这个耶诞披萨推出了后，意外得到真侪人的介意。They was really enthusiastic to have a turkey dinner in top of the pizza, so we have a lot of great feedback. 另外一间披萨是行较车花的路线，饼皮先用莫扎瑞拉起司做基底，含甲酥酥脆脆了后，中面搁放黄金叉卵，最后搁用鱼子酱甲伊装它。We have an inspiration by one of the most famous pizza that we have in Capri, that is scrambled eggs and caviar with a base of mozzarella. It's a simple dish, but it's really, really rich of flavor. 国际新闻张惠敏编译。下晡8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19度，上悬24度；中部地区上低20度，上悬27度；南部地区上低21度，上悬28度；东部地区上低20度，上悬26度。华岛地区上低14度，上悬22度。再来看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记台》播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播3点，咱再会。